又是一次莲花生大师的回供，所以今天是藏历10号是吧？是。藏历10号莲花生大师的最殊胜的节日，所以做回供法会，就是我们长期的台湾左倾大圆满佛学会的，在每个月2次的那个回供法会。那这个方面来说，就对弟子们来说都非常清楚。有一些人问说，所谓的回供是什么？回供的它的这个殊胜之处，也有这样问的人。回供，所谓的回供这2个字，主要是这个法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活动的名称。什么活动呢？就相当把就是所有的法会，就是相当也是一项一样，每一个的法会都是当做一个活动来看，它有一个名称嘛。所以比如说有的时候超度法会，超度也是一个修的法，它也是一个活动，人往生了帮他做超度，就是这样。那祈福法会，祈福也是一项，也是一个活动，就是要帮他念经祈祷祈福。那么回供也是一样的，所谓的回供法呢，就是我们修的仪供都修的仪轨都是，因为我们藏传佛教来说的话，主要的这个回供方面的修的话，大多数最主要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法。那么在莲花生大师为什么非常重视回供呢？回供它的这个根本上的用意来说的还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修行人他要成佛。成佛的话就是圆满2种质量，就是一个是福德质量，一个是智慧质量。那么就是圆满福德质量，那么就是能够可以在圆满智慧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圆满2种质量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对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回供是最好的，能够可以圆满福报的。那对于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讲，一个实践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福报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因为做任何事情都相当也是得不到更好的成果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福报不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的这种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富裕方面、健康方面各个方面不会完完全全部都是在，主要是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努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有没有努力做事情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后面，是他自己的本身的福报。一个人的福报不够的情况下，再努力，也是最后没有什么真正的相对的成果。那么如果是有些人在过去生都是修得很好，那么福报都非常圆满的情况下，就不要说是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做努力，当他出生的时候，父母都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那么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出生，然后就自己就不用做任何努力的时候，都是完完全全对这个实践的金钱也好，实践的这些生活也好，那么物质的方面都是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的，而且呢，就是自然而然的带来的就是长相也好，各个方面。那么人见人爱的这些呢，不是因为这一生当中努力的一个结果，这些都是过去的福报。那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在修持佛法，很多人说拜佛对我们的怎么说呢？那个运气有没有帮助？对我们的财富有没有帮助？对我们那个怎么说呢？婚姻有没有帮助？这些都可以说，但是都有，但是他拜佛修心解决这些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我们修持佛法然后供养佛法那么就是在做上供下施的，这些都是增加我们自己的福报，福报增加了，什么都是会圆满的。那么增加福报相对就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增加福报呢？因为福报的这个怎么说呢？敌对就是业障，业障多那就没有福报。如果是消了业障，就是
福报就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大。所以呢，同时就是这两个就是区分就是这样来的。那么福报越来越高，就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圆满啊。那么很多事情想做什么，很多人想做什么都会成功，在做什么努力都是有成果。那甚至很多人没有去做什么，没有太多的努力也是一样的，一生当中都是不缺什么的，要有什么有什么的，这些都是他的福报跟他的因缘。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修持佛法，都是主要呢就是在我们能够达到能够可以成佛的一个这样的效果。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成佛，但是短暂来说到，也是我们要得到这个人天果位，然后也是同样的就是能够可以在善的一个因缘，所以要增加很多的福报。所以我们修持回供法，回供主要就是为了要增加福报。所以如果是今天一个做生意的人，你把它当作是回供，作为能够可以做为了我的生意要做得越来越好，能够可以赚的钱越来越多，你这样想也可以。因为没有福报的情况下也赚不到钱。你没有福报的情况下，你如果是有一些各种其他的因缘，你来赚来了一点点钱，也是这不属于你的，就是因为你没有福报，就把这个钱也是对你不会有帮助的那么如果是有福报的情况下呢，你没有做太多的努力，也是会有很大的成果那么如果是有的人觉得说我工作不是很顺利，所以呢就是我今天就是参加回供，我要做回供，能不能够可以在我的工作顺利一点，能不能够可以消除这一些工作上的障碍，当然也是一样的可以的，你这样想也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工作不顺利也是因为你的福报的原因，所以你的业力跟因果的这些各种原因，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很努力，但也是同时也不喜欢你那么就是那个领导也不喜欢你，然后你做的事情也是一个一个都不顺利。我看你是就今天就是小小的方面，你就找个车位都找不到的，那些都是因为福报的原因如果是在感情方面也去想，那就有的人觉得就是我就要为了要感情要更顺利圆满，所以就是我要做什么比较好呢？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参加回供，多做回供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增加福报。有了福报呢，就是当然就是对方也是会喜欢你，然后自己有福报的情况下，你的福报比对方大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以你中心的。那如果你的福报比对方小的时候呢，那就不好说，那你可能变成就是以人家为中心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也是完全是看自己的福报，主要是有福报，什么都是会圆满的。所以回供主要是为了什么？就是要为了增加福报消除业障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面。谢谢大家。天罗拉曼天罗，就接拉曼天罗。